咧就2839㗎，咁啊呢隻咧係隻 ETF 嘅基金嚟嘅，咁呢隻基金咧最主要咧就追蹤翻 MSCI 中國 A50咧互聯互通嘅指數嘅表現嘅，咁呢隻基金咧啱啱就喺2021年嘅12月13號啦，就喺港交所度上市啦。嗱，基金嘅管理費咧就僅係咧0.3%嘅左右嘅啫，咁啊為咧同類型產品當中咧屬於咧就最低㗎，咁有利於咧啲投資者長線咧佈局翻咧係 A 股嘅投資市場啦。佢採用咧一個創新嘅方法啊，喺選股上面咧就喺呢一個滬深呢兩個市場當中咧就50隻咧可以滿足到互聯互通嘅一個條件嘅龍頭當中嘅龍頭股票啦，係廣泛地代表到中國 A 股嘅市場嘅。咁當中亦都取用咗咧行業當中中性嘅一啲嘅方法去實現咗更加平衡嘅行業嘅分佈啦，有效地避免咗指數上面咧就側重於個別嘅板塊啦，更加全面咁樣可以追蹤到咧中國嘅經濟嘅表現嘅。咁喺 ETF 當中最大持倉嘅股份包括啦寧德時代、貴州茅台、隆基股份、招商銀行、立訊精密以及比亞迪啦等等嘅。咁 MSCI 中國 A50 互聯互通指數咧，嗰個前5大嘅行業咧就大約各佔咧就10% 嘅佔比啦。咁啊包括咧有金融行業啦，有工業嘅行業啦，有一個日常消費品嘅行業啦，信息科技嘅行業啦，以及咧醫療保健嘅行業咧就等等㗎。中國咧 GDP 嘅總值咧已經實現咗咧過百萬億美元嘅突破㗎啦。咁啊積極咧亦都透過一啲創新啦、技術啦同埋一啲嘅叫做咧創造業嘅升級咧，去維持翻經濟嘅一個高速嘅增長啦。咁啊有長線嘅投資價值喺入邊嘅。我哋明顯見到咧，其實咧而家外資去增配於中國嘅資產咧，已經係成為咗全球嘅趨勢啦。咁當中境外嘅投資者其實高度關注同埋認可不斷地開放嘅中國嘅資本市場啦，資金亦都係持續穩步咁樣流入咧 A 股嘅市場嘅。咁啊由上市去到而家咧，股價咧最高位大約係35蚊嘅位置啦。咁去到咧就近期咧，其實新年之後咧，大約低位咧30蚊嘅位置啦。呢排嘅走勢咧，其實係介乎30蚊至到32蚊之間走啦。咁大家可以喺呢啲位置咧捕捉一啲咧就入貨同埋出貨嘅機會啦。